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因为有份外情退选，伊外缘的对象是一个中国人，即摆佫互查出这个查某有加入统战组织。赵天麟是爱外界唔通乌白想乌白药，也个国民党是认为讲有国安的风险，所以要求法务部爱去查。法务部是表示已经有咧收集资料。另外，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即马嘛互指控讲涉嫌甲查某开房间，调查局即马嘛咧鉴定讲见光的即块郑文灿的影片到底是真的也是假的。这个我想，对，不会再胡乱揣测了，这个都是莫须有的事情。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因为头一个风波退选，即马又个传讲这位第三者，中国一位县长的女子出席夜总会，甚至捌参加过统战组织。那也立委即期有国安涉密的疑虑，法务部表示，高检署甲调查局已经伫咧收集资料，公安局也伫咧进行调查。那当时进来就是合法申请，所以也没有违常现象，所以我们当时是没有统战机构的盟员的身份。目前了解中。国民党立委王宏维质询的时阵，毋但是提出赵天麟的资料，另外也希望法务部对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涉嫌甲女子开房间的代志积极调查，看这段影片是毋是有涉及到侵毁技术的变数，要求伫1礼拜内提出相关报告。这个资料我会转给承办的机关啦，还有监视的机关他们来处理。但是能不能在1个礼拜内，这不是我能做决定的。我要尊重这些专业处理的机关啊，他们啊赶快处理啊。那我想只要有答案啊，立即的来回复。总统立委大选的日子就要到啊，国安局长蔡炳干进前警告讲，中共介入选举的形态愈来愈多样化，是毋是有所应用？国安局2人伫咧立法院讲，有掌握到一寡证据，不过涉及的个案若是有违法的事情，将会交予相关单位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若被合敢要合，国民党的侯友宜表示时间未赴啊，所以直接交予政党去协商。民众党郭文哲嘛讲，安尼就交予政党协商。也若当咧拼连署的郭台铭办公室是讲，郭台铭和郭文哲早就咧联合作战啊。也若民进党的赖清德，伊伫昨昏是去海洋大学演讲，有学生提问的时讲话无咧客气，煞互校长插话阻挡。赖清德是表示，伊来遮就是要听少年人的想法。若要安怎合有新的进展，双方是无搁在吵要全面调，还是民主初选？国民党的侯友宜表态讲，时间未赴啊，即马大家就来政党协商。民进党的郭文哲嘛放较软啊，讲若侯友宜坚持就来政党协商。在整个时间已经来不及底下，那当然就是进到政党协商了，就由政党协商，大家一起共同面对。讨论出最棒的合作方式。世界上也不有时候没有办法100%按照理论做了，所以我也觉得，那不然就政党协商，诉诸政党协商，大家也许我还是相信众人的智慧会超越个人的智慧嘛。不过侯友宜强调讲，若选举无合作，就袂有联合内阁这种物件。但是外界传出郭汉配是郭文泰的初衷，郭文泰嘛无讲唔是，伊讲迄当初是思考安怎是上强选赢的组合。我认为这种得过且过的心态，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来说，是有点不太妥当。学生要问问题，所互做主持人的海大校长柯泰文拍断，赖清德较紧出来讲话，强调就是要听学生的想法。伊嘛回应人员政策的问题，强调袂以实用合作主力，因为目前无法度预测。我没有去把未来还可能会出现，而且不知道怎么会出现的能源来源，作为我现在的要解决能源问题的工具，我不会。另外，继续在冲连署的郭台铭阵营，直接讲和郭文哲阵营，早就在联合作战。我们郭办这边也跟柯办呢，还有民众党保持非常友善的互动。郭柯阵营其实早就在联合作战。但汤的检调，佫查出郭台铭连署站疑似有300块买连署这种不法的行为。寺庙的董事长和2个条卡拢封收押。黄事首讲已经和地方的连署站讲过，连署袂当有对价关系，违法就爱互举报。强调有信心，讲官方的站点袂有违法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所以伫这方面天气会转凉冷，嘛会落沙沙雨。咱同齐来看温度。
较昨昏比起来，今仔日的天气会是受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台湾高温是降到剩25度尔，中南部虽望也阁有30度，也毋过日头落山了后，温度嘛会下降，上低会来到21度。早暗的温差会真大，乡亲就爱细致。气象署是表示，这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咱4天，所以拜六礼拜的天气同款是无啥稳定。这方面会落地渐雨，中南部云嘛会较高，而且嘛会落雨沙啊。有的所在雨会落较粗，所以乡亲拜六礼拜有要出门，爱记哩早雨满雨伞。来关心流感预防社，高端的这个流感预防社是和韩国的大公司合作的，也毋过最近是伫头表出有人就是无要做高端预防社。那疾管署伫昨昏嘛公布咱全国65岁以上的时段注射率，金门、台北市也个花莲拢是吊车尾，注射率差不多敢若3成。也毋过台北市的卫生局有提出资料证明讲，整体注射率比去年同期是加1成以上。民众必抢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季进入秋冬，流感的疫情嘛开始继续升悬。根据疾管署统计，到今年10月25日，公费流感疫苗已经注3337842筒。若是进一步看全国65岁以上的注射率，排头前的是连江县、彰化县、嘉义县，拢超过4成。不过金门县、台北市、花莲县拢大约3成，吊车尾。因为天气很好，所以没有达到那么冷的情况，大家可能警戒心上就没有那么的强烈。在这2个礼拜的话，就是打流感的那个，它整个的数目是有下降，差不多1成到2成这个样子。今年流感疫苗有国共赛路非高端东洋4种厂牌，注射率拢已经破5成5以上。不过这届公费的高端疫苗有未少民众拒绝，各有几个县市宣布校方无要做高端疫苗。台北市长蒋万安几若届和卫福部对呛。台北市都在4个面向的施打率都是比较落后的，市政府与其花时间在这边争辩这些事情，还是赶快把疫苗分配出去，赶快把它施打完毕，这样才是正办。已经完成347638剂的接种，跟去年同期来做比较，是完成了307302剂，所以今年比去年多了40336剂，成长了13%。民众的接种率是比较踊跃的。另外，原本宣布高端疫苗无入校园的台中市，今仔所传出市立东山高中接到卫生所通知讲，疫苗无够，要叫老师改做高端，引起老师不满。我们的确一早就接获通知，我们对老师的品牌的选择有他自主的权益，所以现在就是改成赛诺菲之后，就让老师有自由意愿。高端我们应该是会找时间再缴回去。疾管署讲，4种厂牌疫苗保护力甲安全性拢相像，流感已经进入流行期，有过在月中价可能会明显抢悬，而且疫苗阁需要2礼拜时间才会当产生保护力，建议高风险的民众赶紧去注射。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卫福部已经咧研究方案，打算要提悬长照居家照顾服务员的薪水。相关科系的毕业生，若是伫大属型的长照中心食头路，接受训练了后，每一个人每1个月会有5000块稳定食头路的津贴。来关心中国时报，健保署伫10月份的时有放令中方核酸的溶解剂对自本3点钟来使用，延长到4点钟半以来使用健保拢有给付。若对11月份后个月开始，阁要再放令给付的对象，经过动脉机械拍通血管塌掉的，也是对发生中风8点钟内，会当延长到24点钟内，嘛通用健保给付。2项放令加起来，一年会加2165个人受惠。若健保预算大约会增加1亿3800万。来关心联合报，台北捷运公司规划讲要起天桥，要下过市民大道，串联即马现行公园。台北市都审会伫昨昏已经审议通过啊。原本这个案规划是爱开4亿来起，也毋过即马配合政策加入公共客运的台北站，所以爱增加到变6亿外，按算伫2027年会完工。继续关心台海局势真紧张，英国国防委员会发布印太地区的报告，讲台海未来这几天有可能会发生冲突，要求英国政府甲军方就要有应变的方法。
也让咱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这是合理的判断，会当当作参考。另外，针对咱国造的插水艦，预算伫立法院有通过，尾也无互编起来。邱国正是讲，这是要踏出这一步，真无简单。中共了代无停，国防部立法部征晓中共派出导型机、轰6空警500、歼16、运9甲无人机等，其中15架次飞过中线甲延伸线，正伫台湾北部、中部甲西南空袭。国军继续监控应变。那英国国会下议国防委员会发布印太区域报告，观测台海情势，认为两岸未来恐惊会爆发冲突，无排除升悬变作核战。英国军方应该为台海冲突拟定计划。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作为合理的情报判断，我们没有设定这样，那这有多了一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参考。我想敌情的一个研判都这样一步一步来，会越来越加明朗，但我们都不期望这可能变成一个实际。针对占咱国造预算，国民党马文君等人公开冻结3亿，最后是一家人拢无删除，同意用主决议方式了解占咱建造进度，也互邱国正放心吗？对国军来讲，这一步踏出去真的不容易的，我们要很平稳的一步一步去落实。另外，因应中共无人机侵扰华里岛，国防部编列4亿9497万元，交予国内厂商研发无人机反制系统。这项重大任务只交予一间厂商独自研发2套系统来做评比。条约立委看不落去，要求国防部负责的交代。你这变成没有竞争关系，又垄断未来的采购。你们应该做的是，好，我选一家最优秀的，就给他1套的钱，你给我做1套最好的给我看，哪有做2套的啦？经济部其实它对于我们在可能在国防上面的使用，它并不清楚，所以他们不要介入太多。我们也希望国防部要有自己能够运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另外，三军官校招生不好，民进党立委刘世峰建议外聘国外师资来台授课，透过中英双语教学，提升教育水准，培养优秀的军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免因州2号案发生连续枪击案，造成18人死亡，13人受伤。警方即马有公布犯罪现场的相片，这是一个查甫人也半自动步枪，伫现场犯案了后，就驶车离开现场，目前还未抓到。免因州长讲，这是上黑暗的一天。美国总统拜登是下令降半旗哀悼，也若即马联邦调查局嘛已经到现场协助调查。路的拢空空，无人也无啥车，所有店拢关起无营业。警方伫咧路的菜路上清查各异的车辆。美国缅因州第2大城路易斯顿2号案发生枪击案，造成严重的死伤。当局表示，凶手是美国陆军后备役士官，去年热天捌伫咧精神病接受治疗。Makes it a lot harder to, wrap your head around that somebody could just go out, having mental issues, whatever. I deal with mental issues every day, and it's not one of the things I would think to do. It's heartbreaking. 警方公布犯罪现场的相片，40岁正手卡德穿着土色的外套，手拿一支半自动的步枪，伫案发了驶一台白色的车逃走。警方封锁全市，叫民众无必要迈出门，出动大批警力抓人。I'm profoundly saddened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to report that 18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and 13 people injured in last night's attacks. This is a dark day for Maine. I know it's hard for us to think about healing when our hearts are broken.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白宫加所有政府机关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也到现场协助调查，并且提供战术支援。白宫也发声明，呼吁国会通过法案管制枪击。The House has a new speaker who he said he's ready to get to work and to find common ground. Now is the time. Now is the time to find common ground. Let's work together to ban assault weapons and high-capacity magazines. CNN 上新的消息指出，警方已经发现这台白色的车，并且伫咧超车内时阵发现一支枪，正伫咧调查是毋是犯案的枪。
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继续关心以色列对加沙已经发动地面的攻击。虽讲美国有要求讲爱慢车进攻，也毋过以色列即马已经出动战车和步兵去攻击加沙走廊的北部。因为加沙地区即马已经讲要无汽油通用啊，人道救援的工作要做嘛愈来愈困难啊。加沙南部拉法的加油站放空夜，油枪四线黑伫涂骹，因为汽油已经打底。虽然顶礼拜连续3天开放卡车甲油罐车入境人道补给，加沙的人员油源欠真侪，无法度解决，一天就会加甲空，互联合国的人道工作受到真大的影响。灾区同地区无法度动工来救受困的人，病院内底保温箱顶救命的技师已经冻点。وهذا إذا استمر بالنفاذ ستتحول جميع المصابين في داخل مستشفى شهداء الأقصى إلى جثث وتتحول إلى مقابر جماعية لعدم تشغيل غرف العمليات。战争造成超过6500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唔听国际反对，已经出动步兵战车对北部进行针对性的攻击，是这波冲突以来上大规模的入侵。为着后一个阶段做准备，《Wall Street》日报报道，以色列同意美国的要求，暂停全面进军，通过美国紧急部署飞弹防御系统，保护当地美军。总理纳坦雅胡讲，进攻的时间由政府的特别战时内阁决定，然后哈马斯攻击的安全疏忽。伊讲会向所有相关者追究责任，包括伊本人。נברר עד תום מה קרה בגבול הדרום ובעוטף עזה. המחדל הזה ייבדק עד תום. כולם יצטרכו לתת תשובות, גם אני. אבל כל זה יקרה רק אחרי המלחמה. 为了防止战争烧炭、人民受害，美国和罗西亚继续伫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人道停火的决议案，不过拢无支持对方的草案，致使无法度通过，局势同款无法度化解。公视新闻施伟忠编译。也咱俄罗斯无人机2号暗是去攻击乌克兰西部，当地建筑物有受破坏，上无有20个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俄罗斯即届攻击目标是因当地的核电厂，加在核电厂只有窗仔门破去，核电厂的基础并无受到影响。画面是海甲真厉害，居民隔窗门翕到伫黑暗暝远的所在，一团火就是烧甲真旺，佮听到真大声得嘣的声音。乌克兰的议员卢迪克嘛，伫推特顶悬打出，因为爆炸威力真大，互厝内是规个密密麻麻，门窗的玻璃嘛碎甲散喷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2号暗时伫面册讲，罗西亚的无人机几点钟前是攻击赫梅利尼茨基地区的斯拉乌塔市，空军已经甲罗西亚11架无人机拍落来，但是同款是造成至少20个人受伤。伊认为讲，这波攻击将有可能是针对核电厂来的。Вірогідно, що мішенью для цих дронів була Хмельницька атомна станція. Хвилею чергове нагадування для усіх наших партнерів, наскільки важливо посилювати українську ППО та наскільки небезпечно, коли Росія може обходити світові санкції. 国际原子能总署讲，这波攻击是互工厂内面几啊栋建筑物的窗仔门拢震甲脆去，好加在基础是无受到影响。总署长格罗斯伫声明内面强调，这表示攻击离核电厂是有够近，后摆可能就无遮好运啊。嘛认为讲必须要无视一切代价，避免去攻击核电厂。泽伦斯基刷落来会伫欧洲议会表达对罗西亚的制裁需要扩大，而且对俄罗战争开始拍，已经度约个切诺比核电厂韩国在运转，欧洲上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拢一直是受到攻击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因那美国汽车工人也咧罢工已经6礼拜啊，即马福罗德甲因的劳工已经达成协议，公司是答应讲4年半会加薪水加25%，这是有史以来上济纪录。另外，伫洛杉矶，即马饭店的员工嘛当咧罢工，即几天有几啊千人行上街头，因是同款要求爱加薪水，爱改善因的福利。洛杉矶最多饭店员工身穿显目的红衫上街示威，喇叭声、浪鼓声伫街市拢叫，代表洛杉矶和旧郡地区大约60间饭店，15000个员工的工会，按7月开始展开罢工。罢工的工人有刀子师、房屋摒扫工、甲柜台接待员等等，因为薪水无法度负担生活开销，有真侪人被逼搬去偏远的地区。
要通勤几点钟来上班。今年饭店所谈已经超过疫情进程，希望就这互因合理公平的待遇。It's getting really, really expensive to live here. We're fighting for pension, we're fighting for healthcare, we're fighting for the American dream. Everything that we were promised to work hard, pay your taxes, and be a good citizen. We just want our contract to be reciprocated. 抗议工人讲，有一寡饭店用难民来取代罢工的员工，要求因长时间工过。检方已经针对牵涉热台甲北社展开调查。同时阵，伫密西根福特汽车厂外罢工6礼拜外的汽车工人，接到劳资达成协议的好消息。I'm ecstatic. I can't believe it, to be honest. So I'm just really excited that it's going to work out for everybody. So. 根据初步协议，福特同意伫4年半的合约期间加薪25%。汽车工会主席讲，福特工人会随加薪11%，若是加上生活费用的调升，总加薪有33%。目前工会已经呼吁福特员工转去做工作，并且希望这项重大的进展会当借助通用甲苏泰兰地区2大车厂的参考指标，规个罢工行动会当顺利停止。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根据中国中央电视新闻台报道，讲中共第17届、18届、19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6个时雄心脏病发作，经过抢救救无回来，伫今仔日饭店半暝啊12点10分伫上海过身。继续关心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10月日落去美国华府要访问3天，伊会甲北京的国安顾问苏利文见面。外国媒体有报讲，拜登有可能会接见王毅。早暗，王毅已经甲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见面。王毅是表示，美中需要恢复对话，希望两国会当回去到健康、稳定、持续性发展的关系。若北京这边是希望会当重新启动甲中国的军事沟通的管道。继续关心美国对台的微武器、高武器的市场拢有受延前。美国的众议院共和党的议员即马有写函予美国的海军部长，要求海军爱赶紧生产卖予咱台湾的这武器，包括鱼叉飞弹这关键武器。嘛强调美国应当支持台湾武装来强化咱台湾的防卫能力，来阻挡中国。镜头跟咱国内，咱来关心台积电的1.4奈米厂，即马有可能会选伫中部科学园区。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按说明年6月份的时，中科第2期的土地就交予台积电使用。若台积电要起厂房，专家是认为讲，因为台积电自本伫中科就有厂房，若是奈米厂搁选伫遮，安尼对因的成本、生产的效率拢有真有帮助。台积电自从宣布1.4奈米厂被进入中科，其他地方政府拢积极向台积电下手。有消息传出，台积电1.4奈米厂有可能选伫中科。经济部长王美花做出回应：在我们的中科，在我们的大雅这个区块，是不是确认中科2期这一个用地确实当时是要给台积电来使用？对，所以目前也是嘛。是中部以南的话指的是什么？因为它这个先进制程，它需要的土地确实用地的面积要比较大。我所知道好像是需要至少要100公顷以上嘛，是吧？应该是都会需要100公顷以上。王美花表示，保证中科2期预计明年6月交地。目前地方政府的定数甲宽屏拢已经完成，只剩内政部定数也在行。未来中科2期会作为台积电使用，也毋过会做什么款的制停，要由台积电家己决定。强调台积电伫台湾扩厂，对经济也是国防安全拢有战略意义。后手的相关用地需求，会由国科会拨点相关园区。中央政府做的是那些租税的东西，但是地方政府可以 promise 它的就是水电稳定度。我觉得在哪里设厂，其实就是看他们的规划、人力的安排啦。放在中科，其实会是对于台积电在先进制程多晶片封装，其实是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现阶段，台积电除了紧留台湾，继续伫台湾扩厂，日本也增加宣布要补助台积电日本伫厂的设置。另外，台积电美国厂，美国会予因什么款的补助？目前也有待沟通。经济部被介入，也毋过会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刑事局和泰国的警方有合作。10月25日时有甲2个通缉犯对国外押回来咱台湾。抑到目前为止，走路去国外嫌犯抑阁超过7800人。警方就表示，要查真正有困难。伊嘛认为法务部防止逃亡机制有空芳，也让外交部嘛无随甲通缉犯的护照注销，才会遮尔恶劣人。警方对4天的诈欺犯宣读权利，伊转机互走落来，判刑定案了，逃走出境几年，日前伫泰国受掠。如果你认为我们这次逮捕过程有任何问题，可以向法院申请提审。同一天受遣返的，包括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几年前伊用药啊耍断查某人，判刑3年半，确定入境执行进程，宣留出国。护照注销这一块是外交部理事事务局是属于比较被动，是需要我们检警用韩文的方式。姓李的查甫人出国走路，护照并无注销，伫外国阁会当拍走。刑事局讲，外交部爱检讨，毕竟警方每年抓到的人拢未超过10个，也若直直增加的逃犯名单是做甲算袂了。犯嫌利用侦审的一个空窗期，甚至持这个合法的旅行文件、护照出境，国内法务部还有高检署、外交部等相关单位，能针对国内的部分来做强化。包括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荣，这款海外逃犯全台超过7800人。警方嘛点名检审的防逃机制有缺失，当罪犯宣判进程，防逃就要先启动，发布通知嘛袂当伤慢。刑事诉讼法啊，像一些这个有罪羁押制度啦，或者执行中该如何迅速执行，这个很多草案都出来了，可是，在立法院啊，就一直没有通过。我们就看到有些人是大摇大摆坐飞机出去的，不是吗？机场也没有拦他，就出去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不是很瞎吗？横向连接的机制是有问题的嘛？学者讲，按判刑确定到入监执行有1个月的浪判，这段期间要加紧注意。嘛建议用强制来要求重大罪犯本人到庭听判，上重要，下部会爱整合建立有效的回向联系，唔通等到罪犯走路了，再慢一步来发布通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公山介绍东路发生死亡车祸，一只后倒摆的箱载一对红阿宝，去互违规停车的货车开车门的时弄跋倒，也若坐伫后壁的红色当中，互对伫后壁的拖拉机搞过死亡。不过，这个地点常常有点头，甲一寡材料蹲伫门卡口，占用人行道甲慢车道。不过，警方即马是表示，这件车祸是因为货车开车门无去斟酌后壁造成的，甲木材行无直接的关系。那小货车驾驶拍开车门，煞弄到一台拄好经过的厢载机车，机车顶2个人双倒伫涂骹，女骑士的红色倒向车道，后壁拖车被副打洞弄到，妇女人的红色送医不治，伊家己的手甲骹也受伤。伊车门开弄到恁2个人了对啊？系，因为我徛把爱把开出来，那个撞击的瞬间。我嘛来不及反应啊！伊就去下面啊，我弄着我骗入来啊。哦，骗我搞车卡。意外发生伫高雄公山介寿东路，一个对满无在的树棚边仔，肇事的小货车都违停伫树棚外口的车道。那小货车的驾驶甲车顶的乘客第一时间就车单的走离现场。今次是无在抢员工，警方也来厘清。占用道路这个木材也是有关系，一定有关系的啊！哎，怎么说？因为车拢无法度过。另外，手帮长期将无在占据人行道慢车道的行为，也予当地居民真不满。尤其是无在挡着车道，才会造成这件悲剧。贴了好几次的公告而且也就是督促他一定要尽速的处置。到目前为止这个就是这个当事人他都置之不理。警方表示，业者违规占用的情况超过半个月，除了打广告爱业者限期改善，向无向款责单位之外，已经连续开出5张罚单。警方初步判断，车祸主因是小货车驾驶开车门无细致造成，甲占路的木材无直接关系。环保局日内下昼配合警方到现场，将超过限期改善日期的木材刷走。未到期的区域是爱超过公告时间才会当刷除。记者综合报道。昨天透早7点左右，台东地本嘛有死亡车祸。这是台东地本有一台载学生囡仔去读册的上下车，经过外环道路的时，甲一台轿车相撞。驶一台上下车的驾驶是学生囡仔家长，当场无喘气、无心跳，救病院也是救无回来。也车顶7个学生囡仔拢是轻伤，无生命危险。事故的原因嘛在调查。
乌色箱仔车一直冲过路口，弄到对向转弯车失去控制，佮弄到壁，规台车才停落来。车顶7个学生囡仔面骹拢有伤，坐伫路边等待治疗。有人表情真艰苦，互人扛起咧软桥送医，拢无性命危险。学生这样讲，他说他们从那边开车过来，对，这部对面那部车从这一个小路出来，就这样撞上去了。箱仔车车损严重，车身阁有火热。代志是发生伫台东市26早起7点，驾驶载学生囡仔上课途中出车祸，伫临海路甲轿车相撞，驾驶的头受重伤，当场无喘气心跳，经过抢救也是抢无转来。从那个资本，他可能直接有台车是应该要出来，然后回转，然后我们就直接碰过去了。司机是那个他的爸爸。这学生囡仔拢住伫基本地区，6个人读国中，一个读高中。家长是考虑去市区上课，路程有20公里，为着囡仔安全加省钱省时间，都协调有姓地的家长用箱仔车来接送。这届做伙坐车上课，拄到这个事故，驾驶的后生嘛伫车顶。这个都是家长的自主行为，他们也不会跟事先跟我们学校通报。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家长，集合了像旁边的同学、邻居的一起过来。该事故路口为闪光号志路口，详细肇事原因调查厘清中。对向的轿车严禁规个翘起来，零件拢现出来，车壳嘛散规涂骹。轿车的女驾驶无明显的外伤，经过酒精测量无酒精反应，车祸原因警方也需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亚伫台北市内湖的运动中心内底有爬岩仔场。109年的时，有一个小姐咧爬的是因为无甲自动确保器钩仔交伫身躯顶，所以对顶头摔落来，全摔死。家长即马是认为讲现场拢无人伫监督，全个运动中心。树林地方法院即马认为讲经营这个场地救国团抑个外包厂商爱负担7成的责任，所以是判讲爱赔家属105万。确定好安全措施，就开始往顶关闭。这是台北市内湖运动中心的攀岩场，伫109年发生10人伫遮攀岩，无将自动确保器扣款夹伫身上，为关的所在摔落来身亡，家属真贵。现场无人员监督，表示其也无安装伫起攀点的岩壁顶，向救国团等相关经验业者提供求偿。具有安全性的欠缺，其提供的攀岩服务与原告之子之坠落死亡结果是有因果关系的。那被告应负担70%之责任，认为被告应给付慰抚金之金额为105万元。救国团回应，已经判决救国团无过失，不过有关需要负起消保法第7条的无过失责任。若甲业者爱连带赔偿105万，会甲保险公司参律师审慎讨论后续的做法。即马来湖运动中心攀岩场会当看到表示其一直安装伫起攀点的岩壁，壁顶也有喷检查确保字样，就是希望危险的代志莫阁发生。使用的人真的要把它扣进吊带里面，很习惯开始爬忘记扣，这样子有发生过这样的意外。我都攀岩10年了，我还是觉得一直都在磨练确保技术，因为它有很多小美感。攀岩活动最近真时件，不过这项运动本身就有高度风险，爬进前要确实做好环境风险控管，像岩点监视、坚固锁伫壁顶。自动确保器敢有异常，家己也爱确认调度监视情况好势，扣款敢有较好，才会当降低意外受伤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因那彰化县即马是咱全国唯一一个无火化场的县市。彰化县的市公所去年5月份的时，有向代表会提案，要开1400万去起一个艺术生命园区，而且内底嘛有规划一座火化场。也毋过在地人反对，落尾全撤案。暂案是进行第2场的地方说明会，同款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也那彰化市公所表示会继续和在地人参详。宣传车大街小巷在走，电话条互机啊含布条是挂甲满，赞成含反对的意见拢有。彰化市公所今年5月是提案规划彰化艺术生命园区，内面是包括一个火化场，日暗时会伫沿河社区的活动中心开第2场说明会，当地里长会找1000个人来表达强烈反对。真正要做生命艺术园区就是爱找一块较大地，位头啊开始，包通你交通爱共创好势，实际上无嘛爱四线道，对无？出入才方便。阮的目标是讲动员1000人啦，来甲林世贤市长表示讲地方真正
迄个真正激烈反对的这个声音啦。这个愿景很好，但是你的点真的是选错了。在这么人口密集的地方，有医院、有学校、有商圈，真的不适合。反对派认为讲火化场按算要起伫设立殡仪馆的后壁，但是这个大步道并无看，平常时都会塞车，加上人口是真济，烦恼空气污染的问题会影响健康。不过支持的里长讲，彰化市无火化场，先人的上尾一里路都要到台中还是南投去，希望四面园区早日完成。为着安尼，咱的先人吼，要去迄边遐维修吼，就安尼爱。7早8早6点外，就爱来加济甲公济，车去到迄边遐，希望讲会当完成吼，离咱彰化市来做一个火葬场，是对阮彰化市所有里民百姓，大家拢好啦。彰化市较早捌有简单的火化设施，但伫1986年的时阵，因为风台造成倒去就拆掉啊。嘉义一直是全国唯一一个无火化场的县市。市公所今年9月要办说明会，伊当阵无和民众达成共识，即摆要办第2场，市长林世贤讲，面对有7成的民众支持，希望大家理性沟通。民调看起来还是有70%的将近70%的民众支持火化场。今天晚上民众表达的意见去看看我们有没有能力解决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才重新讨论其成。林世贤会继续和地方来沟通，表示讲相关的规划和回馈方案会让民众满意，会等到有共识了后，这个讨论专案推动的基点。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台南市对明仔开始，因要试办乌多摆会当直接倒弯，也毋过在地人有人是烦恼讲，安尼交通会变甲更较乱。交通局即摆有回应讲，所有资本的台专区拢会全部保留落来，未管是的民众也是会当2段式倒弯，并无强制实施。加速灯咧赛车，头前一台车雄斜过双线，正向转过来，桥倒摆嘛同款，乌白车真危险。亲像这种机车失去大转区，着乌白车的状况，伫台南常常发生。即摆台南市对预备开始，要伫部分路段试办，开放机车会使直接倒弯。在地民众看法无同，烦恼交通会更较乱。有议员是建议市府爱甲交通事故分析好势，惊影响试办的成果。你也不能说因为他们所以都永远不改变，永远都这样。所以改革就是这样，要时间。这样转弯，然后跟汽车在同一道，然后我转弯的同时，汽车可能按我喇叭，我一紧张，可能就会有发生追撞的疑虑。不应该到最后，到时候任何的违规行为，个人的违规行为都要怪在试办政策上。市府安算伫府前路、参中正路先试办半冬，2个路段总长2.5公里，拢总有31个路口，民众会使徛伫内车道，兼会使伫路口直接倒弯。交通局表示，到时会甲路口2段式标志拆掉，甲路面禁止机慢车机剃掉。行政车要上路，警方嘛伫路边加强宣导，呼吁民众爱提早变换车道。要转弯的时候，至少保留后方车辆反应的时间。那在30公尺以前就开始来做你转弯的准备动作。说维持2段式左转习惯的一个驾驶朋友，我们可以继续来使用，也会持续来观察我们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改变的情况，来做一个滚动式的一个检讨。放零倒弯的方式无强制2段式倒弯，到底敢袂使减少意外发生率？到时就知。警察局讲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若个乌白车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互人开罚单。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新竹市的在戏国小最近整理学校仓库的时，无意中去找到一个用过专门咧负责上下课时间的时钟，而且这个时钟已经有42年的历史啊。旧蒙旧，也毋过这个时钟疙瘩也无歹，而且会发出亲像钢琴的声音。学生一听到下课钟声，连咪随冲出去教室外口活动。这是较早学校的时钟声音，比即马对电子产品所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是更加好听。亲自看到钟声的结构以及音箱，让我觉得更加神奇。觉得很神奇，可以亲自去谈谈看这种东西。看到过去学校所用的时钟。老师嘛想起真侪趣味的代志，就觉得他那个声音特别有感情，仿佛我的回忆拉到后我在初任教的时候听到的声音。其实听到的声音是一种快乐的。这台时钟80公分长，30公分宽，
到今已经有42年的历史。校长讲，这台时钟差不多是学校在1981年用来通知上下课的时钟。校史室找到一个很棒的西敏时钟，那当下看到的时候，我们也充满了好奇。这个过程当中，随着30年陪伴着我们的小孩逐渐的长大成人，甚至有老师现在已经在我们学校服务喽。那我想，这个终身陪着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给他们非常深刻的回忆。时钟一直使用到2011年才改换用电子时钟，虽然无咧用啊，不过时钟都无歹。校长也准备把这个时钟永远保存落来，让学生会当透过文物去了解学校过去的历史。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因那加增加看起来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不过对一寡目睭不好、视力退化，也是无法度压腰的老师大来讲是特别困难。尤其是加增加要加，根本就压袂落去。中华县政府即马有和民间团体合作，培训加增加的志工，或者志工行入社区替时代服务。加增加的志工摕到家私，才真正来替时代加卡的增加。毋若清理调伫卡整甲内底一寡垃圾物啊，加好了后，搁爱甲整甲磨好平。家己管培训加整甲的志工去社区服务有需要的人。目睭视线较歹啦吼，啊有当时啊惊去加着肉呢。啊你也想要赶紧加呢，感觉足舒服啊。咱家己咧加吼，都压袂落去，足歹加的。有人教较好啦。协会的医疗团队，那全程的陪伴哈，让我们这些志工那能够合格训练之后，那也到各个社区来实作。时代因为目睭蒙蔽，也是无法度压腰，所以若想要加卡的指甲，拢真无方便。医生讲指甲上长，做事情遐讲都会听，但是指甲搁变高，就愈歹处理。咱来先对较健康的骹指甲开始加，慢慢加后壁就是讲有较有受到人讲的感染的指甲加，啊无你若安尼，无安尼加的时阵呢，会惊感染。啊，若讲指甲佮本身佮变高的话吼，这个增加你加指甲的困难。哦，所以有时啊话吼，你普通的指甲针咱根本就无法度去加，你爱用刀啊去削，啊不过这嘛真危险啦吼，因为老大人的话，可能目睭嘛较无遐尼好。家己县社会局表示，为6月开始到今，已经培训32名专门加指甲的志工，会继续增加。目标是18乡镇拢有服务志工，未来嘛会增加服务对象，互失智也是失能的人嘛会当受到照顾。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新眼界，咱镜头来高雄。高雄市的不形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保存者，即马个新增加2个，一个是古早的艺术陈志良，另外一个是传统彩绘艺术苏英仁。2个老师拢注心伫传统工艺，因的付出甲拍拼，即马嘛得到政府的肯定。全台上大尊的古早大树爷，今年普渡坐定伫小港龙虎庙，时间到就将大树爷烧掉。这项传统古早技术煞渐渐啊失传。做古早工艺老师陈志良是传承家族的事业，伊是第4代，目前嘛传到因囝。老师制作纸物造型真生动，又路顶尖。今年陈志良老师嘛，互人登录做高雄市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特别是古早是高雄市新登录的传统工艺项目。礼仪内底拢有，嘿，所以讲变成讲，即摆要烧转物件，大家讲无所在通好烧，无所在通好烧的当中，就是讲变成到尾变成夕阳产业。这个保存传统彩绘苏英仁老师，共款才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伊自细汉对画图兴趣，投入庙宇甲王俊的彩绘已经有40几档。老师捌真侪手路，毋过王俊彩绘工课无固定，老师的专业也是以庙宇彩绘为主。不过啊，较有做一只王俊啦，3档、5档不一定啦。当然市场当中啦吼，阮是拢伫即个寺庙彩绘的。著作较占大部分。目前这2位老师的作品都伫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1楼展出，不管是古早也是传统彩绘，虽然即马学的少年人无济，不过2位老师也是积极投入传承教学，毋望传统工艺会当继续保存。
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因那强乐宴是台北大场町8大宴社之一。台北市文化局委托学术界用3年的时间去调查、去研究，即马有发表2本传统艺术系列的新册，一本是讲北管音乐，一本是讲古典吹，共有出2块 CD， 要把传统的声音记录落来。强乐宴嘛专工去下海城隍庙向新民报告这个好消息。台北强乐宴队伍沿路奔吹擂鼓，来到下海城隍庙向新民报告好消息。台北市文化局委托台南艺术大学团队，用3年的时间访谈甲研究，出版2本小解大场町北管音乐和古典吹的册，也有2块 CD。过去强乐宴的头人蔡金图的后生，也专工对日本来台湾参加这个活动。主要是咱台湾人的这个文化的传承，咱强乐宴100几年的这个努力甲这个历史。有朝使咱台湾的文化一直传落去。强乐宴是大场町8大宴社之一，过去侪宫庙庆典邀请因演出的时，拢会做旗仔来回礼，这嘛互强乐宴保留大量的珍贵文物。古早一句话，强乐宴800旗，咱的金葱旗、甲咱的云葱旗、甲咱的云旗种种，会当讲今日咱的尽力尽量去保存，嘛唔甘甲吞。我被吞就对啊啦！伫咧8角造型的亮灯来拍大鼓，今年88岁的陈金来拍鼓的日头又是真白。伊自少年时就伫强乐宴拍鼓，嘛按家出师，行顺世代拢甲强乐宴有正深的缘分。文化局表示，这寡无形文化资产当地豆豆啊消息，所以要收集资料嘛是真吃力。因为它其实非常多需要做调查研究，所以在这个部分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那有1年做这个出版的计划。那其实透过一些不管是历史资料的爬书，或者一些访谈，其实也挖掘到原来可能我们原来设定不知道的一些故事。文化局表示，这2本和大场町音乐史有关的册甲 CD， 除了会当互民众更加了解大场町传统艺术和历史，嘛希望透过 CD， 让大家听到过去出人怀念搁在地的声音。记者林秀凯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去看瓜地马拉的阿辛塔尔，最近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伊是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另外还有一个是差不多同时期的奥尔梅克文明。也若当时，伫迄时阵的时，就已经有真进步的建筑技术，也佫有真发达的贸易买卖。玛雅原住民族的集会人，带领族人甲观光客做古早的祈福仪式。这个所在即马号做阿辛塔尼，是一个人口无甲4万人的庄仔头。不过，伫4000年前到300多年前的玛雅文明，也有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存在的奥尼梅克文明时代。这毋但是南北之路贸易的中心，嘛存在2种文明丰富的文化遗产，也有迄当阵真先进的建筑技术所留落来的历史见证。奥尼梅克文明伫公元进前400年左右消失，玛雅文明是一直存在，到欧洲殖民者入侵征服为止。这个真大片的人头石头雕刻，被认为是奥尼梅克文明的重要遗产。因那规模真完整的墓，是被看作玛雅文明建筑技术的证明。另外，这个敢若纯边缘基础，或者是石头铺出来楼梯，是大型神坛的遗迹。考古甲历史学家认为讲，这2种文明拢出现过真大型金字塔建筑，成做祭拜神明真灵圣的场所。因那所有相关场所的位置，伫规个古早都市当中的布局，有甲天文天气相对应的意义。加上4库里亚创新的水利系统，甲做甲真有路的飞亚用品，拢互这个伫几啊千年前真辉煌的城市，成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真欣赏的对象。Y dentro de estos valores universales excepcionales, no podemos dejar de resaltar que es una obra del genio creativo humano, que es una obra que nos permite mostrar el testimonio único y excepcional de una tradición cultural o de una civilización desaparecida. 阿巴希塔卡里克，伫古早玛雅语内底，意思是踩起来石头。不过，这个号名源头已经无法度考证啊。玛雅文明伫公元第9世纪爆发内乱，人口大量向北边迁徙。这个伫今仔日瓜地马拉西南边的城市，怎因为安尼放弃？一直到900多年了后的公元1888年，才搁去发现。公视新闻徐家人编译。天气报道在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
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是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再去9点，咱再会。